哎，我两大发明：纺织机啊、蒸汽机啊，改变历史。蒸汽机发明，然后工业革命，你看，造成那么大的变化。你看中国书法发展史，最早的古汉字资料，商代中后期，甲骨文和金文。隶书大盛的汉代时期，隶书。先治，先清楚，苏东坡作品。书法发展历史，内容不错呢，内容很丰富。要看那个书法作品，网络搜寻，从名家的名称去搜寻，王羲之啦、颜真卿啦、柳公权啦、
怀素啊，哈，张旭啊，好多啊都可以说是那种董其昌，石头郑本区，吴承硕，万里长城啊，仅剩千里。哦，2021年7月，抖音啊，网络那个抖音平台的影片分享影片，提到中共为了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的话，盖那个地铁啊，通到那个万里长城的八达岭下面呢，八达岭那个下方100多公尺的地方，竟然挖地铁，河南郑州那个3天下一整年的雨啊，大水灾了，京广隧道那个地下道水要淹到快满了，很多车子都坏掉了，坏掉了，伤亡重了。然后地下铁的水淹到那个胸部，画面上看到那个地下铁的火车都淹水，月台都淹水，淹到胸部里面，好严重啊！没有外国历史，2次大战日本艺人只表遗憾，跟那麦克阿瑟的记录、会议记录不一样的内容。麦克阿瑟的会议记录是，日本天皇表示他要负全责，但日本方面的记载就只有说什么想要避免的事啊，战争带来的结果，最感到遗憾的是我最感到遗憾的事。内容有明显的不同。你看，麦克阿瑟的记录是回忆录里面的记录上，日本天皇说要负起全责。